被徵稅嘅產品包括所有含有飽和脂肪嘅黃油、牛奶、意大利薄餅、食用油同埋肉類。徵稅標準為每1000克嘅飽和脂肪16丹麥克朗，約合2.87美元。丹麥政府預計呢一個行動將為國家帶嚟大約2億1800萬美元嘅稅收，同時減少民眾大約1成嘅飽和脂肪攝取量，同埋1成半嘅黃油攝取量。儘管丹麥嘅肥胖人口比例唔夠1成，略低於歐洲嘅平均水平，但係丹麥嘅食品與經濟研究院指出，丹麥全國屬於早過身嘅人當中，有4%係因為攝取過多嘅飽和脂肪所致。丹麥係最早對脂肪食品徵稅嘅國家，該國仲對碳酸飲品單獨徵稅，而對糖果徵收特別附加稅嘅歷史亦都已經有長達90年。VOW TV 雷志毅報道。